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好開心迎來一班特別嘅客人，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共創明天嘅青年朋友嚟到我哋零碳展廳參觀交流。今次參觀，大家一齊了解咗新能源商用車同綠色運輸方案，探索零碳科技喺香港未來發展嘅可能。一入到展廳，青年朋友們已經對現場展示嘅新能源車型好感興趣，由車輛設計、電池技術到環保效能，大家都積極了解同發問，每一個細節都體現緊我哋對零碳未來嘅追求。交流期間，我哋嘅講師亦耐心解答，分享電動商用車、充電配套同低碳物流應用，現場氣氛非常熱烈。見到年輕一代對可持續發展咁關注，亦令我哋更加相信綠色未來需要大家一齊推動。今次參觀唔單止係一次技術展示，更加係一次有意義嘅交流。中富香港會繼續推動新能源商用車應用，助力香港邁向低碳未來。想了解更多零碳展廳嘅故事同綠色科技資訊，記得繼續關注我哋，同我哋一齊創建零碳未來啦！